好，来继续来看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东南亚访问，第一站来到越南，以甲越南的党政高层来发声，希望会当共同反对单方面霸凌的行为，嘛希望会当加强双方伫个贸易甲供应链的合作。这真明显，就是咧针对着川普的关税。外界嘛认为，习近平是想要甲东南亚国家靠小瓦，做伙来加入着抵抗美国的行列。好，又见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越共总书记苏林握手。习近平2005年头一摆出访行程，前往到东南亚，头一站先去到越南，要增强战略定力，共同反对单边霸凌行径。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习近平会见越共总书记苏林等高层时，呼吁中国加强贸易和供应链方面合作，搁签 AI、农产等领域45项合作文件。普遍看到，就是要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战。アメリカが一律に世界中に関税を相互関税をかけるっていう方針を出した瞬間にですね、ASEAN 諸国、アジアの諸国も対米輸出という面では非常に戸惑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ね。中国と ASEAN の結びつきがそれ以上になっていくと、新たな大きな経済圏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経済エリアっていうのが生まれてく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习近平出访所在越南、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分别扣美国扣46%、24%和49%关税，敢是要对这国家买受人心，达到目的无人知。越南进前伫咧政府官方网站讲，会严厉打击贸易诈欺，互认为是惊中国生产地。进前纽约时报报道讲，如今伫咧美国关税和中国商品摒俗买卖之间，东南亚就亲像石磨心歹选择。所以，到东南亚的各国头人想要伫咧中国找找机会，同时可能该避免甲中国行相反。不过，习近平嘛是完全无优势。纽约时报另外一篇评论认为，比较川普需要顾虑到国内企业家意见，中国企业家唔敢对习近平讲心内话，互习近平可较有自信和底气。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